古时候给他讲有讲到哦，他讲爱留嘅资料有冇他讲你后悔了，古时候你就得大天发布给公司讲，我的资料要删除，他讲我拒绝的话是不行的，不可以拒绝你，这是比较严格的这个保护，错吗？因为所有规定那有规定没有法则跟无效啦，所以但规定你们规定一样给啦，那之前个原来个提供者个申请个删除那之前个到罚钱的，罚钱呢，罚几多钱？罚没收钱可是不能拒绝啊。古时候你是按用嘅保护法我知道今年开始，台湾今年开始按用非常的这个充实给你资料我知道是清后嘅，因为我真正知道以前那个唔充实按用嘅问题太假就有太假嘅资料，真的有很多犯罪的问题。不过也还有问给你是一只清充有嘅问题，就会你喺清条路嘅时间有冇，你就知道哇好棒可以有新嘅条路有冇。如果有个新嘅条路嘅时间，你就会写嘅你个履历表嘅履历表嘅时间，你可以按单纯就会写你嘅名嘅，你嘅联络电话，有清都係清重要嘅，比如讲紧急联络人按用去做得啦。比如讲你发生乜嘅事情嘅时间，有乜嘅紧急联络人做得联络，嘅天发係乜啥，嘅关系係乜嘅关系，比如讲係爸爸，係媽媽，又係你係人老公，人朋友，唔過有一些嘅企業的這個履歷表會要求清奇怪嘅問題，其實係做得冇一下嘛。看乜嘅問題啊？看乜嘅問題好冇？看一下，比如講，比如講你做得滿意按用嘅問題噃，比如講你嘅醫療，比如你嘅空天應用。你都睇問題，因為就像主持人他講到嘅，以前咧冇新嘅執法你都全部冇人管啊。慢慢新嘅執法就一太問題咧。他講那幾種都按照醫療基因，還有性身法，還有健康檢查，還有犯罪前科啊。其實你全部係反映個私人隱秘嘅部分啊，一部分啊。做得也做唔得，做唔得。唔過你可以去上班啊，其實講你會下壓資料啊，因為你也係喺嘅員工啊，嗰種你下壓資料，我會熟悉起來啊，有冇？就我留嘅員工嘅資料啊。唔過以前還蠻有嘅機制保護法嘅時間，係做的，係要求你下你就真正去下，因為佢講，你要嚟上班下，唔過下下就做得個冇。其實因為你討論呢個問題，所以我老觀眾朋友講一個正確的方式啊。你新的戒指法雖然有規定，才第6條有規定，總係你戒指法對過去來講，其實改變非常大。個戒指法有2條，還蠻正式施行，對其中一條。哪一條？就係做唔得熟悉嘅資料。那係有2條有施行以前法律授權你這樣做成收集的條運用啦，特種個資啊，特種個資，總係1條因為可能影響的層面太，故此1條還沒有正式施行。還沒嘛？因為講法律也講正確的。刑法有規定，總係1條嘛正式。刑法有下，你提也唔過還蠻通過。通過總係正式施行的時間還蠻快始嘛？正式施行什麼時候會開始？可能如果有相關的團體施壓，可能都會通過。因為立法院通過，總會以那時開始正式施行。行政院來公布正式施行的時間。因為也真正係清楚有，比如講，你過去有乜嘅犯罪嘅問題，有一些人會知道講，我無想喺本人地啊，我就喺無想喺本人地啊，我總係同你講咯，有冇？也係我嘅經營嘅事情啊，還有比如講，我嘅空間嘅問題，做得下嘅鼻子過敏啊，我像鼻子過敏係做得下嘅，唔過喺講你整件身體嘅空間檢查嘅時間有乜嘅問題，其實你係大家會知道係隱私。那是我的隱私。不過唐嘅律師案講起來還蠻通過，還蠻正式實行所以這個其實現在還是在一個等待的階段。總會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講過，
因为要求了填写了按运势嘅部分吼，可能到做这个投入其实冇乜嘅关联性。因为你可能也需要下一些基本的紧急联络人的应用班，总会唔是下到按像其实可能嘛犯罪前后，就可能冇小心，然后你查包啊，那个前后啊，咁不是咁不听过下的前后，这样子得到那个投入啊，可能有问题啊。古说吼，迄讲亚哈你以前铁路嘅事件吼，给去那边迄讲公司很有一下按用嘅资料吼，大家要注意哦。你做的其实你还做的限制嘅，吼，因为你还知道讲你很以下嘅资料，同你要请嘅铁路，你还真给你清层嘅管黑嘅时间，还是可以拒绝的。特别可能要求的某震动要求可能在公司可能多少有问题。按用嘅公司很有一些定型讲嘅冇，唔过吼，也就会同大家讲吼，按用嘅东西大家清楚的了解吼，唔好讲哇，大家很易吼写乜嘅资料就写乜嘅资料，唔过有一个问题就会讲，比如讲。妈妈也係爸爸有冇去那里了啊？有吐聲音嘅，不過聲音還沒有成年，還蠻變態型，還蠻成年。故說你給下資料嘅時間都會，媽媽，你幫那個弟弟填一下，爸爸你同個妹妹、弟弟填一下給個資料，按用遵守的嘛？按有沒有屬於一種各自啊？當然啦，因為在民法地方有規定啦，規定過，因為有可能佢都寫嘛。佢有的嘅行為吼，佢需要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聽幫忙，聽幫忙佢當然看佢叫寫，普通7歲就係14歲，佢反正都還蠻成年啦。都要爸爸媽媽法定代理人來下，寫睇一下，冇問題。當然，法定代理人當然係會佢收下的夫妻金啦。當然，也係無法度嘅問題。不過其實還有出題給他講嘅履歷表嘅問題，還是未成年問題。其實也還有很多的胸片，也係樣片，胸片樣片。現在因為科技太發達了，太流行了，貼時行嘅，嗰種你嘅天哦，你就得看到輕抖嘅相片啦，要是影片，這算是個資的一個部分嗎？律師，算冇？以後嘅問題哈，就係睇下講到，睇下講個嘅執法就一度做唔得。總共有條個，有條做一個例外許可對一條。哦，一條係例外許可哦。佢講到就講到那一講就得相片，在公開場合拍攝相片就係樣影片啦，那一冇留另外一個你譬如嗰啲相片地方，有人會相片地方嘅頭拿選邊度下個，沒有人，按你睇到第一個，那個相片係乜人啊？那另外註明嘅可能有違反個資啦。冇呀下嘅拜託呀下嘅後生人有冇請好翕相啊？嘅翕相嘅時間有冇？就嘅相片就放到那個 FB 有冇？就是大家你旁邊都會註明這是誰呀？係嘛啥，按用人。也算是跟個資有相關嘛，對不對？它不會很單純的只是照片而已。不過說影片也是嘛，樣片也係跟它有共用嘅問題嘛。其實這就會講到吼，講到像係個資的這個輕危險嘅地方，第一就會出現了嘅相片就係，第二就會像是行車行查記錄樣片，這算有嗎？睇下相片廣告嘅嘛，廣告。相片本身係冇啦，相片嘅樣片係冇。那行查記錄嘅樣片啊，其實它本身係冇。總會可能你有經過加工就做唔得，係冇？加工就講到某一個2-3年嘅2-3年嘅個資啊，都後面都變連結呀，就變連結過那個樣片。很蔓延，都太高的地力很蔓延，就跟那個個資做連接的，按你做唔得。跟像一般來講，也係請普通的人肉搜索嘞，人肉鼠手，然後懶人包、囊影包啊，劉律師講，這是
难撕包。其实有嘛个无共用吼。一般来讲，你看到呀，有安用，呀还安用。迄个你看到一个小美女亲讲，我说哇，好可爱，很等你像个小美女。哇，这个网民哦，泰嘎就开始人肉搜索，引诱熟手，要把那个女生找出来，有没有？说啊，在哪里？给他骂啥骂啥，安用就会人肉搜索一种给情形，听一种给情形就会，比如讲你公共场所嘅时间有冇？看到有一些人，比如他可能做了一些你泰嘎亲中意的事情，就有亲。都给网友啊、网友就会知道讲，好，我同佢簽出來，好，我同佢簽出來，我就用人肉搜索，真嘅我知道人肉搜索的力量吼，是喺心態呢，一下就簽出來呢。佢說像用嘅人肉搜索，係咪啊算係個資？把嘅報復嘅反一難講，人肉搜索哈，搜索，人肉搜索啦，好的，普通講，他講到個資哦，有個3個層面，收集好收集啦，處理利用，搜索的前第一階段，因為那係講沒做不好的用途啦，不好的用途，但收集本身冇問題，收集本身冇問題。我說人肉搜索冇問題，比如講今日看到一個新聞你啊，等一下，我就以人肉搜索、引用、搜索，用去做的嘅，因為你只是前段，對前段，第一階段的搜索、搜索、聽，用去做的嘅。對，這第一階段，總會資料全部出來的，第那個學校的校花啊，給天花後嘛，都打電話給你啊，一直騷擾他。你還第二階段那個就利用人有問題，沒搜索那個前階段有問題。我說我了解，其實簡單講起來吼，人肉搜索吼，其實佢嘅動機係講係清單純，就係你係想嘅尋到暗用嘅事情，還尋到暗用嘅人吼，都是屬於第一階段，就是搜索嘅改團暗用去做的嘅。唔過係講你會拿來利用做其他嘅用途。其他嘅用途，比如講，我尋到幾張人吼，我係打佢，因為佢做我冇中意嘅事情，按用你就做唔得咧，按用就是違法一個東西，因為呀下嘅網絡太發達了，所以你沒有搜索已經係一個很普遍的事情。咁講除咗按用嘅問題啊，還有其他動作嘅問題，還係請大家先聊下、啉下茶，等下就過來問劉律師哦。